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3例境外病例，部长陈时中表示，明年正月底会开始帮医护人员做第3档。昨昏桃园龟山一间超商夜班的店员，因为放一个查甫人挂嘴暗，互人害死，有超商要求夜班的员工唔免搁提醒挂嘴暗咯。中国不管立陶宛说台湾代表处宣布双方关系降做大半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只是讲，中国未伫10天内底拍台湾。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无增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案例，有3例境外病例。另外，针对明年咱国内要做第3档疫苗的计划，指挥中心伫下晡有上届新的说明。今天零本土病例，那3例境外移入跟0死亡个案哈。指挥中心感谢超商及店家第一线人员的防疫贡献。那我们呼吁就是以自身安全为优先的考量，然后以告示广播的方式来取代口头劝导，同厂牌的方式去准备了哈。所以不管你是打 AZ 打这个莫德纳或 BNT， 我们这边都会跟厂商在持续的去谈有关这个第3剂，目前已经确定的是跟这个莫德纳这边也购买了2000万剂的第三剂或次世代的一个疫苗的部分。目前各国看起来都有针对全民的人口来提供哈，至少就是如果说是以年纪而言啊，如果已经接种完2剂，就继续再打第3剂，那这就看这个 ACIP 这边的一个讨论。有真侪国家开始帮民众做第3档的疫苗，部长陈时中早起伫立法院表示，咱国内明年正月底嘛开始来帮医护人员做第3档哦，也毋过未要求民众一定爱做第3档，因为之前外界质疑讲做高端疫苗的民众，若需要出国爱搁做其他国际认证的疫苗，但市长应讲无是要安怎？外界是批评讲部长的态度真歹哦。早起陈市长嘛讲，伊的回应确实无好，嘛强调讲伊的意思是讲，若是有偌好的建议，会当提出来。世界各国小连续开始做第3档的新冠疫苗。卫福部长陈时中顶日搭讲，国内考虑伫明年1月底开始做第3档，会以共一个牌子的疫苗为主。针对国内专家认为讲，第3档至少要甲第2档让6个月以上，建议优先予航空的机组人员、机场的人员、甲医护人员等等高风险的族群来先做。另外，侪血人甲慢性病等等免疫力较歹、身体较烂的人，买当提早做第3档。打完疫苗大概半年左右，疫苗来的抗体很明显就在衰退。再来呢，这个疫苗是针对武汉株的，可是目前病毒已经变成印度株了。陈时中表示，针对第3档的规划，爱先看疫苗的到货量，嘛以做共牌子的方向去准备。若较有路施行的规范，抑阁爱看专家的建议，抑阁有民众家己选择，袂强制民众都爱做第3档。因若第1类的医护人员原本就是优先注射的对象，到时嘛是较大比例的优先做第3档。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当然最早打的嘛，哈，最早打越早打的当然就打2剂 A剂的为多。当然医护人员也有一个比例，大概有一定的比例是打混打的，哈，在那时候也有开放混打。因若做高端疫苗的人，若有紧急出国的需求，会当做其他有国际认证的疫苗。洪培平讲去做高端是白了工，迄当阵陈时中是回应讲，也无是要安怎，好外界是骂假。针对这点，陈时中拜一早起出席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时阵承认讲，伊迄天是讲了无好势，而且强调讲，伊的意思是，若有更较好的建议，会当提出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真侪材料拢喺起价，一寡大饭店食到饱的餐厅，对11月份开始嘛拢调整价数。有立委是质疑讲，观光局这打法国愈广，业者就开始起价，实在是无道理。交通部观光局嘛表示讲，已经有找业者来啉咖啡哦，望讲卖做伙起价，嘛望讲哦，过年之前先卖起。信义区5星级饭店业者伫官方网站打出公告，自11月开始调整自助餐厅价数，其中礼拜5下晡的自助餐价数一人1290块，暗顿1890块。面对关不了起价压力，台北市真侪间星级饭店调整自助餐的价数，互立委质疑观光局才拄发270万张国旅券，要来协助业者振兴。按过业者拢咧起价，实在拢无合理。下午茶巴菲涨了63%，
你知道吧？隔壁这间我才给他问掉，因为惊死人，不能道德劝说啦。大家晚假去的哦，过年了，过年就卖去，过年以后嘞。先跟他谈到这里啊。谈到这里我也知道。尤其因为现在国旅正在起步啊，那我们是希望说不要因此造成不好的印象。你国旅就印了240万张，更助涨风。观光局证实，目前找饭店业者来协调，希望各路拄啊复苏，业者应共同体谅，至少伫农历春节进前应暂时卖起价。不能联合涨价，联合涨价是会违反公平交易法。有一些已经涨价，而且卖了餐券的这个就不需要去再干扰但是已经还没有涨价，有些打算涨价，大概业者的部分都表示愿意配合。专门卖旅游票券的电商平台也观察到，国内最近这一波各路热潮，个人对旅游带续需求增加，也趁势推出促销活动，像这一波的各路热。最近2-3个月，我们整体就是国旅市场各大主题的业绩已经都回升到5月中本土疫情爆发前的水准。那其中表现最为亮眼的就是饭店住宿。另外，都会区甲观光区的房价是两种的情形。有台北市饭店业者表示，过去双北拢是靠国外观光客来支持住宿率。即卖虽然各路回温，中南部甲华东地区订房不满，继续都因为需求起价。反对的双北平常时订房率无到50%，假日爱靠促销活动，都会区业者也无起价本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市龟山庄一间超商上夜班的店员，看一个查甫人爱挂喙暗，结果说互这个消费者摕刀仔刣死。这个嫌犯是讲伊长期拢会食药啊，无啥有记忆，知影家己有杀人，也毋过煞无感觉。专案嘛已经以杀人罪移送法办。有民众囥火伫超商门口表示哀悼。桃园市龟山区2日透早发生大班超商店员囥做无挂喙暗查甫人，所害摕刀仔毒死事件。专案依照杀人罪移送地检署侦办，互检方审押。被告蒋姓男子经检察官讯问完毕后，认为其涉嫌杀人罪嫌重大，而且有逃亡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已向法院申请羁押并获准。虽然这位查甫人犯案了后当场被抓，到案辩称长期食药啊，记忆长期知影有杀人，不过无感觉到家己杀人。法官审问了后认为，依照证人讲的现场监视画面、检方笔录甲现场采证记录，确实应认定被告犯嫌重大，上轻本刑40年以上有期徒刑重罪，而且有逃亡的嫌疑，裁定羁押无禁见。本院法官讯问时，被告确实有这样主张，但是此部分的话牵扯到责任能力的部分，就留待将来侦查中是否要属托专业的鉴定机关为鉴定。囡仔饲到30岁啊，就安尼互因迄落啊，做唔干啊，让检察官去办啊，社会还给我们一个公道就好了。桃园地检署检察官会同法医2日透早去桃园殡仪馆为体解剖调查清楚确实的死因。死者的老爸也亲身到现场真艰苦，感觉后生死甲真冤枉，希望社会还因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口渴人客挂喙暗所受到伤害案例这嘛已经毋是头一件咯。有一寡店家是表示，若使民众囥袂听，会通报保全，也是警方来处理哦。有人嘛认为讲，已经怎么再等好咯？喙暗的政策敢会当去做调整？指挥官陈时中早起伫立法院是表示，喙暗的政策暂时未调整。内政部长徐国勇是强调讲，警方会加强超商的巡逻。超商大夜班店员苦劝人客爱挂喙暗，不过煞去有姓蒋的人客举刀甲刣死，引起各界真关心。伫各种营业场所，若是去拄到人客无遵守规定，店家要安怎来处理呢？最基本的要先跟人保持距离，对，因为你距离太近，自己会有风险。基本上我们都还是以柔性劝导为主，安全至上嘛。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跟那个保全有24小时的监控，
所以有任何突发状况，也是会有人来支援的。结校点会，疫情的2级警戒期间，还佫爱担任各项的一款防疫工作，亲像小北会的大夜班，上届少还佫有配2个人，若是拄着突发的暴力事件，还佫会当以员工的自身安全来做考虑。毋过各大超商统一来发出声明，内部有一定的作业规范，为着要避免和消费者起纠纷，会刷咧来宣导，保护家己自身的安全做大先。因为专家表示讲，会佫再一遍来提醒店的，就爱无勉强规范来挂喙罨的原则来办理。不而过9月到今，国内已经发生有4件共口腔挂喙罨引起严重的暴力冲突。外界嘛正关心，讲这个喙罨令是不是会当做调整嘞？戴口罩的政策大概暂时不会有所改变那有一些些微的在方便性上面，那当然会有所考虑。那至于在劝导戴口罩其实还是要以自身的安全做第一个考量。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喙罨政策暂时未改变。内政部长徐国勇讲，会来加强超商的巡逻，提高警觉。我们在这部分，我们警察会加强这些巡逻的频率，那会再加强见警率等等这些，我们从各方面来做相关的维护。除了加强巡逻，徐国勇嘛讲，会来演绎伫店门口打广告，店内用广播一直来甲讲，安尼通来提醒民众做好防疫的规定，来减少事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铁屏东潮州站第19号，有民众看到台铁的人员对厝顶开2枪。台铁表示这员工是为着要赶粉鸟啊，也毋过台铁嘛强调讲，已经要求员工后摆袂当搁安尼做，会找其他的方式来赶鸟啊。月台顶悬台铁人员密伫消防设备的后壁，对厝顶开枪。19号旅客伫屏东潮州站看到这个画面，带一条，就是出啥物代志啊？站方出面澄清是用 BB 枪伫赶鸟啊。清洁工需要我能够帮忙，那我目前想到的愚笨的方法就可以用 BB 枪来赶鸟。那当然，我们不是目的所以要打鸟。副站长真无奈，因为潮州站厝顶的杠梁常常有粉鸟，所以鸟仔屎、鸟兽的树枝拢会落来涂骹，造成清洁人员的困扰。麻烦了鸟仔屎会滴伫旅客的身躯顶悬，毋过杠梁伤悬，无法度起哩，才会买 BB 枪来赶鸟仔。但旅客感觉安尼的做法无啥妥当。用赶的就好了，就不用拿那个什么枪这样子打这样子啊。会突然看到会不会吓一跳？可能会。除了感觉会惊到，旅客嘛烦恼 BB 枪可能会拍伤鸟仔，无啥人道。屏东鸟会建议，会使将粉鸟停的杠梁用网仔围起来，用较袂伤害鸟仔的方式来赶。一些反光的纸袋来做，让他觉得不喜欢栖息。国外也有一些用那个雷射闪光来做驱鸟的动作。然后这些对鸟并不会造成伤害。原本一片好意，想袂到煞惊到旅客引起争议。台铁表示已经警告员工袂使搁犯，嘛建议设防鸟仔的锁仔等方式来应用，避免粉鸟造成环境的污染，影响旅客。记者陈焕武、面交馆屏东报道。台中的登山步道最近传出讲有人看到目镜蛇，月初还有一个查甫人互目镜蛇夹着昏迷。倒骹险保袂牢，嘛传讲是外来种的泰国的目镜蛇。台中市政府嘛甲民间专家做伙即马等咧想办法，看要安怎来处理。饭时前甲颔棍顶好大，甲身体前半部夹起来，而且发出声音。登山客伫咧台中潭子新田步道翕落来这惊人的一瞬间。另外，伫咧北屯的大坑91号步道。我困啊！是有一名64岁周姓男子，透早伫咧散步的时阵，去互饭时前夹着毒性发作，倒伫咧涂骹。其他山友发现报案，当地民众以小货车协助载运落山送医。经过2届开刀、5届清创手术了后，才甲倒骹保掉的。病院初步做血液检测，研判这个饭时前的毒性比本土种悬出几落倍，疑似是外来种的泰国饭时前所解。毒液量蛮多的这样子，他是说在毒物科很久了，在这从医很久，可是真的还没有见过被蛇咬伤这么严重的这样。它扩散速很快，它最后变成是筋膜炎，一路从脚踝到小腿，最后扩散到大腿。台中市管理局表示，有接到各地报道蛇类出现的通报，是不是有人不当放生的情形，也阁需要确认。目前已经伫咧官网甲步道入口搭各式来加强宣导，提醒山友注意。大坑9至1号步道目前整条封闭整修中，预计今年12月底时开放使用。
请游客民众切勿擅自破坏施工围篱，擅闯进入。有可能是人烟稀少，所以才会被他跑出来啊。所以像我今天走9号的话就不会啊，很多人就没有这种问题啊。台中市府会甲专业抓类荒地的业者评估适补抓人，也有抓驱抓药物来应用。管理局也呼吁登山客爱穿长枪甲长裤，路况不明的所在莫前往，尽量莫一个人上山。记者台中报道。来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18成立，也毋过中国嘛宣布讲要甲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做大半级。外交部长吴钊燮是批评讲中国的做法无应该遮尔压迫。另外，拜登甲习近平视讯会议了后，外界嘛阁继续关心台海局势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伫媒体访问的时阵，就表示讲，中国应该袂伫10党内底拍台湾，也毋过会继续来打击咱台湾的国际地位。中国不满驻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挂牌运作，日伊提出外交制裁，宣布甲立陶宛的外交关系由大细级降做大半级。外交部长吴钊燮批评中国的做法无应该遮尔压迫傲慢。立陶宛的这种道德的勇气，大家也非常的感佩。中国的这个做法是不应该的，不应该如此霸道蛮横。Tai, kad Lietuva nori intensyvinti ekonominius, kultūrinius, mokslinius taip pat ryšius su Taivanu, buvo paskelbta vyriausybės programoje ir tas žingsnis turbūt neturėjo kažko labai nustebinti, kad šitas žingsnis nereiškia jokio konflikto ar kažkokio nesutarimo dėl vienos Kinijos politikos。立陶宛認為有權力擴大甲台灣的合作，吳钊燮也相信立陶宛絕對經會調，接落來也需要國際社會對立陶宛的支持。咱台灣甲立陶宛的關係變歹，甲美國的關係也愛顧好調。不過拜登甲習近平視訊開會了後，台海的局勢閣變成焦點。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伫 CNN 專訪表示，伊認為中國伫未來10黨袂用武力攻擊台灣，不過絕對會想辦法壓制台灣的地位。吳钊燮也強調講，袂當看輕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基辛格他年纪已经非常大，而且是非常非常大，好，不只是年纪大而已了哈。那我不晓得他是接触了什么样的机密，能够让他讲出这些话出来了哈。但是有关于中国对台湾的这个军事威胁，是实际上存在的。台美恢復鐵法會談，外交部表示講甲真順利，不過年底反內地公投若是通過，可能會衝擊台美的貿易，也會造成後續的影響。会造成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冲击，会不会停？这个会有后续的这个效应。你的意思是提法就会停，是不是？这个会有后续的效应。那我想这种冲击一定可以预期得到的。吳钊燮表示，台灣要佇國際社會徛起，誠實甲信任是真重要，都要用科學的方式處理科學的問題。記者綜合報道。因為中國最近搞了咱台灣的動作是真多，立法院的國防委員會之前要求國防部針對提升國軍訓練來提出報告。國防部的報告是強調講，咱的國軍會以應付實際戰爭來做訓練。學者嘛表示認同哦，嘛強調講中國目前嘛是以準戰爭的態度在做演訓，也毋過嘛提醒國軍哦愛特別細膩，唔通無注意去造成危機。根據中國央視21日報道，中國東部戰區空軍小連刷探話巨型的殲7戰機，由殲14戰機來接替。面對中國軍機升級，佫真接來擾亂台灣，咱這邊嘛有應用。根據國防部甲立法院提出提升軍隊素質甲部隊訓練的書面報告，海軍甲空軍會佇咱國南北決戰海峽來實施海空聯合作戰等等各項實戰的操演，透過實戰化的訓練來提升防衛能力。依照建軍備戰的指導以及防衛作戰的實際需要，來訂定年度的教育訓練做法和重大演訓的任務，達到為戰而訓、戰訓合一的目標。捌做過空軍副司令的張延定表示，國軍本來就會伫咱國的南北海峽來做實戰的訓練，而且定期會安排假想敵中隊做海空聯合演訓。有學者就認為講，戰場就是訓練場，中國軍機甲軍艦佇咱國南北海峽演訓各種的科目，咱台灣除了會當研究甲分析對方的戰略甲戰法，嘛當思考反擊的方式，來加入實戰演訓的內容。這個假想敵的話，就是模擬攻擊的這種戰術戰法。按照季，它有這方面的海空聯訓，那這方面都有做測試。海空聯訓平常就已經有之了，只是國防部現在把它拿出來，把它加大的一種宣傳。是不是它慢慢的
从这个简单单一科目到一个复杂战场地形，那未来会对台湾造成更大的威胁啊。那在这种过程下，我们当然也要更超前一步的因应他这样的作为。也就是说，当他在做这个战场考量测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更加强，能够超越他，才能够自立自现。不过，洪明贤嘛提醒。当两岸共一个时间采取实战化的训练，双方应该爱考虑设立战略沟通、甲危机处理的机制，来降低无拄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收入真悬的人所拢唔免纳税。立法院的预算报告嘛指出讲，2019年综合所得超过200万，也毋过算唔免纳税的人有超过267户。早起财政部长苏建荣伫立法院嘛表示讲，会来调查好清楚哦。最近咱国内有真侪物件拢会起价，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是认为，台湾今年的物价指数应该嘛是会当控制伫2%以下。收入悬所有人会当免纳所得税。根据立法院预算报告，2019年有267户年收入超过200万，不过因为所得净额是0，所以免纳税。甚至有2户年收入是超过2000万，煞一仙都免纳，引起外界质疑。早起财政部长苏建荣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针对收入悬所得净额是0的，财政部拢会查核。有一部分是他因为那个申报的扣除额、免税额，还有相关的类举扣除、特别扣除加总起来以后，导致他的所得净额为0。特别是像捐赠给政府单位哈，比如说国立大学也好，或是这个地方政府也好，或是中央政府的相关单位也好，那这一部分的话，基本上是100%可以当费用扣除。苏建荣表示，免税额甲各项的扣除额加起来的金额，若是比综合所得的金额较悬的情形之下，税额就会是0。针对这点，国税局拢会根据申报的资料去做查核。另外，通货膨胀的压力持续咧加悬，外界嘛关注讲中央银行敢会升利息。针对这点，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表示，升利息除了对台湾的汇市可能会较有压力，新台票升值了后，嘛有可能会造成资金一直去房地产的现象。未来可能升息，是我的问题是升息对外汇市场的影响，对房市的影响，你能不能说明一下？目前呢，我们的利差都比美国的利率都高呢，在短期方面。对，如果说我们更高的时候，更会吸引这个资金进来，那对我们的房地产会反而是更不好。房地产我们比较不会是用利率去对付它，我们比较会用那个选择性信用管制来对付它。最近国内物价是直直起，杨金龙强调讲，根据中央银行目前掌握的资料，也是认为讲台湾今年物价指数应该会当控制伫2%以下。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联合国气候峰会承诺讲，2030年的甲烷要比2020年减量3成。早起经济部长王美花是强调讲，台湾会继续来推动增加天然气，减少土炭的使用。也毋过有学者是认为讲，天然气的运送佮保存拢会有甲烷气体散出来的问题，未来这嘛需要解决。近海海草大公道案不只是生态保育议题，更是能源转型课题。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是毋是要刷走，正做调野政党攻防战，为生态降价强电。即摆国民党有备而来，营委会17早起举行如何应用 COP26 全球甲烷减排承诺专案报告。不止立委质询，也阁找各大学者来说明，强调国内甲烷排放会因为未来燃气占比提升到50%，愈来愈严重。未来如果真的要提高到50%，这个逸散的问题会持续的发生，而且会越来越严重。3阶电厂的储能槽的建制，其实是有它的必要性跟迫切性的，对不对？就是因为这样，否则我们就会对这个安全存量呢，也会有所这个压缩。环保署表示，2019年国内甲烷排放量是4.786百万吨，只占温室气体总量1.67%，主要排放来源来自污水排放处理差不多3成。能源燃料排放甲烷差不多占15%。另外，台湾并无开采石油甲天然气，造成逸散排放问题增加。不过，学者表示，其实准放运送造成甲烷逸散的问题更加严重。经济部的立场是，甲烷的排放主要是逸散，
是在生产端，燃气发电的甲烷排放是燃煤发电的非常多倍。经济部表示，以气换煤是目前能源政策，不过也继续推动绿能改善甲烷逸散的问题，同时要求中油提悬天然气中长期的占比，稳定天然气的价格。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即马是拢正关心中国网球选手喷水安全。国际奥委会昨表示讲，主席已经有甲喷水实行通话30分钟哦。喷水嘛讲哦，伊人是真平安，希望各界尊重伊的文书。也毋过，法国的外交部长是警告中国政府应该要互喷水家己讲话，无法国会有外交行动。英国嘛要考虑讲，敢要用外交的手段来抵制北京举办的冬季奥运。中国网球名将喷水，伊的行踪不明，面对各界的谣言，国际奥会发出声明表示讲，主席巴赫和喷水透过视讯通话30分钟，伫现场还佫包含芬兰的前冰球国手特霍和国际奥会中国委员李玲蔚。喷水讲，伊家己平安无代志，伊即马人伫北京的厝内，希望讲大家爱尊重伊的文书，伊嘛会煞咧来投入伊热爱的网球运动。面对国际对喷水安全正关心，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欧锡正20伫个推特顶悬连续打出影片，内容是喷水甲伊的朋友有去餐厅食饭，餐厅的头家嘛证实讲，迄天喷水确实有和朋友来做伙食过饭。他们一共是7、8位吧，7个人，但是我进去服务的时候只来了5个人。对，没有说那种谁呢很紧张，他故意准备些什么呀，弄些什么呀，没有，就是很随意的，就是进来吃饭。欧锡正伫个20月迄天，刷咧来打出喷水伊参加活动的影片，佮表示讲喷水伊参加北京青少年网球赛决赛的开幕式。影片内底喷水伊有笑容，毋过无讲话。不日个国际间已经开始来出现抵制的声音。法国外交部长接受专访，互人问到讲是毋是打算讲无要派代表来出席北京的冬奥来做抵制，伊回讲是安尼。Que d'abord elle puisse parler, et si d'aventure ça lui était interdit, ou si il y avait manifestement une disparition, alors on serait amené à en tirer quelques conséquences diplomatiques, oui, bien sûr. Mais donc quelles conséquences? Vous verrez à ce moment-là. 伫个进前，美国白宫、英国外交部拢呼吁讲，对喷水指控的内容来做调查，并且对喷水伊的下落来提供一等严正的证据。英国媒体《泰晤士报》报道讲。英国当咧和情报分享联盟、五眼联盟，遮个其他成员国包含美国、澳洲、纽西兰，还有加拿大，当咧讨论讲外交抵制明年2月北京的冬奥。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中国新疆甲西藏的人权问题，嘛影响到北京冬季奥运哦。伫拜登甲习近平实行会议了后，就传出讲美国拍什么来抵制冬奥的消息。日本嘛讲哦，会用国家的角度来思考，咱国敢会抵制咧？今仔中华奥会主席林鸿德到日欢迎拜会，伊就表示讲，目前咱的规划是会继续参加。目前我们都一直从这个方向在规划。那当然，你们大家也都知道嘛，这一个冬季奥运，我们的选手还是要很努力的来争取这一个参赛的这一个名额。那目前我们有几位选手，目前都在欧洲，那也积极的在参赛，也希望能够顺利的获得参赛资格。我想从奥会的立场，就是纯粹就是体育。那所以奥会所能够了解的，也所能够去做的，就是跟体育方面的事情。所以政治的部分，不是奥会所能考量的。林鸿德今仔带亚当国手郭幸存等人到日欢迎拜会，望讲会当来赶紧通过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的修法，佮有减税等办法，来提升企业扩大参与各体育的赞助，来支持咱国内体育的发展哦。咱再来看澳洲的疫情，即马真严悬，真侪国家拢采取愈较严格的防疫办法，也毋过因为限制民众的自由，伫奥地利、比利时、佮有荷兰哦，拢有示威抗议，嘛有甲警方发生冲突。其中奥地利宣布讲，对2日开始全国封锁，嘛假设是澳洲今年寒人头一个全面封锁的国家。
布鲁塞尔警方用水条强烈赶走一批一直接近的示威群众，有人往哪走往哪大花都要自由。估算有35000人上街路，最后是反对政府强制要做新冠疫苗。Being injected by something that's not tested well, not able to work where you want to work, to be where you want to be. That's not what we stand for. That's not freedom. 欧洲真济国家最近面临新一波疫情，确诊死亡人数明显升悬。政府针对无做疫苗民众有严格禁足令，餐厅酒吧这公共场所不应进出，都爆发真济示威行动。荷兰为19连续3天伫鹿特丹海牙等地有数件抗议行动，警方表示其中发生甲庆节有关系伤害事件，宣布跨年不准放烟火，也是连续2年无相关的活动。街路真济燃烧的火灾冲天炮，鹿特丹火车站也个被迫关起来。This policy makes a lot of conflicts between the people. Vaccinated and non-vaccinated, they have to make friendship again. 奥地利也伫示威抗议了后，面对现实，真济人赶伫自治全境封锁进程去耶诞市集细细咧。这摆封锁至少10天，看情形决定是不是延长，佮希望伫12月13解封。 Es ist schon sehr schade wegen Lockdown, aber kann man nichts machen. 奥地利对无做疫苗人实施禁足令，不过疫情一直无转好。19宣布要全境封锁的消息了后，引起大规模示威。因的注射率伫后面倒头算，即马耶诞节要到啊，总理查伦堡表示无希望有第5波甚至更较侪疫情爆发。明年2月7日开始，要强制民众做疫苗。公司新闻黄云玲报道。德国大部分民众拢是做 BNT 疫苗，也毋过即马是有大量的莫德纳疫苗伫要过期咯，造成政府要改变做疫苗的政策。疫苗注射率伫欧洲吊车尾的乌克兰，因为民众普遍拢无对疫苗介信任哦，所以即马为着病人伤济，医疗体系是伫要放弃咯。另外，死亡率一直真悬的罗西亚总统普廷将家己搁做第3档，把家己当作是广告哦，要来鼓励民众注意风险。 同款拢是 mRNA 疫苗，不过德国民众较爱辉瑞 BNT， 只是库存的莫德纳明年1月底就要到期。医生表示，德国伫未来几礼拜内决定减少辉瑞 BNT 疫苗购货量，互民众先做莫德纳。不过政府针对做疫苗的政策重大改变，所选择临时做出通知。 Und was für uns ein bisschen schwierig ist, jetzt haben die Leute natürlich alle sich auf BioNTech eingeschossen und jetzt ist schon wieder eine Änderung des Regimes auf Moderna und das Ganze verkündet so mehr oder weniger verschämt Freitag um 19:30 Uhr. Das ist schon der Hammer. 乌克兰的医疗体系共要挡不掉，这个月初确诊加死亡人数，用要逐天拢创新高。卫生部表示，96%的重症患者拢无做过疫苗，虽然乌克兰有4种国际认可疫苗援助，不过4700万人口当中只有11%完整做疫苗，是欧洲疫苗注射率上低国家。民调显示，继续是满天飞，25%到50%的民众无打算要做疫苗。The challenge is we need to get the people to get vaccinated. On top of it, also there are some doctors who don't believe in vaccine. 俄罗斯染疫死亡人数一直真悬，当局一直希望民众应出门做疫苗。不过，真济百姓对因家己研发的斯普尼克疫苗无信任，成效无好。总统普廷之一将家己当作是活广告。普廷解释，家己已经做斯普尼克第3期，佮希望民众该同款安尼做。卫生部建议做完2期斯普尼克疫苗了后的6个月，应做1期加强。公司新闻黄云玲报道。 过来的消息，咱来看，针对一寡网情哦，互相欢用软体变做是色情片的主角这代，另外高嘉瑜是认为讲爱特别细腻，另外细腻嘛有可能用这种高科技的方法来发假消息，影响选举哦。伊嘛呼吁应该赶紧来修改选罢法，加重刑期来阻止犯罪。甲媒体顶最近来煽动的修法内容。 网红用深微画面软体制作色情片内底的这个被害人之一，立委高嘉瑜伊认为讲，即卖法令无法度来阻吓这款犯罪行为，搁再提案讲爱修法、增订刑法、伪造文书罪的部分条文了后，又搁认定境外势力会当借这个传播假消息的机会来影响选举。22，搁再举行记者会。 提案修改选罢法，包括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罢免法，还有这个公职人员的选举罢免法。那主要就是关于电脑技术的变造啊等等，语音电池记录者，最重我们可以处以
最高加重刑罚1/2到7.5年也就是7年半的有期徒刑。自大公法如果万一现在就有开人使用类似这种方式，一直在散播，我呢，每一个人不同的立场，这是不是会造成民众对于不同的政治人物的一个基本立场一个混淆？立委烦恼这个相关的技术有可能会用来影响4大公投的投票意向，要求讲相关的部会要好好来修法，做法这款的犯罪，搁再来发生。主管法规并不是法务部啦，那如果有需要在那边的相关的刑事法规里面做一些调整，因为可能它的可责性更高，那法务部这边也会很积极的参与因为这主责部会是内政部，那我们都会共同来讨论说怎么样子可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制来共同防范这样一个状况在选举里面不当的影响选情。刑法修法的草案已经在17日天送到行政院，会在审查会议顶悬详细来讨论，并且和内政部这单位共同来防范任何不当影响选情的情况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元宇宙这款虚拟实境的科技最近是有真侪讨论。也毋过学者是批评讲，咱台湾的科技虽然真发展也毋过针对所有的相关管制佮规范，甩落后其他的国家真侪。学者嘛呼吁讲，政府必须要赶紧来跨部会沟通，定出相关的规范，来保障资讯安全佮隐私。虚拟偶像即马正做中国市场新流行，若是虚拟偶像的代言，用的就是流量保证。台湾最近一礼拜讨论元宇宙关键字到15万笔，讨论的热度是真悬。元宇宙其实就是现实世界甲虚拟世界连接，透过 VR 头盔或就是目镜，开启虚拟世界大门。不过，这个新流行，学者认为台湾的法规要对袂着。如果我们没有做好监管，或者没有做好梳理的话，很可能这个所谓的使用者权益的侵害或者资料的外流，很可能会比现在要来的更加的严重。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这其实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啊。元宇宙比虚拟游戏更加接近现实体验，除了用进行无共款身份的转换，也有经济行为。学者认为，国内无论是半导体、AR、VR 装置研发，也就是5G 等建设，拢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不过，对虚拟货币的管理，也是限伫洗钱防治，对元宇宙运作无现行的法规。目前我们对它的监管，在7月1号以后，有所谓反洗钱的一个监管，它在法律上的地位是怎么样？这个都是目前还欠缺的。学者指出，台湾即马就亲像用过去的枪拍未来战，也就是用过去的想法，想要去管制一个去中心化的虚拟实境供应链，去扼杀未来产业的可能性。业者建议主管机关要赶紧跨组织、跨部会沟通了解，才袂失去元宇宙的商机，也互未来资讯安全甲隐私拢更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真侪家长拢想要家囡仔送去私立学校读国中所以自国小就开始补习考试，拢是为着要考入去私中。早起教育部长潘文忠是批评讲，台中的情形一定亲像是一个小型的人口所以支持爱受私校法来改变这款的现象。差不多6000名国小6年的学生，为要入去台中私立明道中学，去年在疫情期间有缘无关注风险，不可多元入学成中营。不过，无论私校以倒一种的名义来包装，在教育部长潘文忠的眼内，拢是无正常的招生制度，亲像小型联考。以我在台中服务，我都看到那个现象，真的叫做小型联考啦。这个只是小孩子才从小学要毕业就开始要来参加体验早期台湾教育资源不足的小型联考，这个说实在的是蔚为奇观呐。展开台中私立国中升学考试，至少15间学校以成绩汰选学生。22民进党立委提案修改私校法第39条甲57条，禁止私立国中小办理升学考招，搁改做电脑抽考决定入学的名单。不过，有国民党立委是烦恼冲击私校营运，无赞成全面用电脑抽考啊。国中、国小，它是属于义务教育，等于是家长选择的部分。那你又完全不可以需要一些办学的特色空间，我认为也不适当啦。学校如果只以考试来筛选学生，把所有学业表现好的学生放到学校来，然后去冲升学率，他择优来教育，不是来办善尽社会公共的责任啦。
少子化福未少的私立高中大学关门，按个潘文勇强调，私立各中小无退场的问题，而且学生依然是属于国民教育阶段，学校应该秉持教育均等精神，落实常态分班，所以支持执政党提案修法，杜绝这个歪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大武乡的上武渔港哦，逐当拢因为海沙会流往南边，甲港口拆掉的，造成渔民要出海掠鱼是真困难哦。今年都有30多只细只渔船，就掉伫港口内底，无法度驶出海。渔民是表示，因今年出海日子阁无到90天哦，嘛无法度领补助，日子是真歹过。台东县上南边的上武渔港，当年到东北季风较强的季节。海水拢会甲北边的沙冲入来港里，官府当年拢编列1000多万的预算，做清理港喙遮接沙的工程。9月份了后，至少拢会当互渔船出入1-2个月。不过即马已经伫要年底啊，港喙也是塌掉咧，甚至会当看到一条会当行过的路。有的渔船早就甲船驶去别个渔港停歇，不过还阁有30多只无提早驶走，全掉伫港里。渔民讲，今年从年初到今，港喙塌掉的情形都比演过较严重。而且因阁无符合渔业署自愿性休渔奖励补助，生活是强要吊顶。也要出港90天，270小时才有休渔啊。渔民质疑今年接沙的工程的处理甲往年无共款，政府开1000多万根本就看无效果。台东县渔业署表示，因为今年契约发包了后，厂商原底已经开始施工，不过小连续拄到产事甲移规风灾。厂商已经完成契约范围的数量，即马敢来当另外找经费来处理。他现在是从南边开始挖，他不晓得在挖什么，他渔民也没有办法出港。农委会渔业署这边有争取了一笔800万元2年度的一个计划，从110年执行到111年，我们要对整个大澳渔港的漂沙以及港口的改善的部分，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新的一个规划。台东县农业处表示，目前这个接沙的问题短期内也无法度解决。不过，针对这个调伫咧上武渔港内底30多只渔船，无法度请领到休渔奖励渔民，会阁甲渔业署来协商，放定申请的条件，或者渔民会当请领到补助来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代替花莲的水尾火车头，106年完工了后，一楼的大厅拢洗袂出去哦。在地民众是批评讲，新的火车头起好了后，旅客出入是真无方便哦。当初的设计根本就有真大的问题。代替花莲水火车头的门口，这个立建筑的设计是真新型。106年完工了后，门口的铁门煞拢毋捌拓互开，旅客若要买票、单车，拢都要去地下通道。在地民众一点仔都感受袂到新车头带来的利便，毋但安尼部分的设施歹去嘛拢无修理，亲像门口大型的时钟故障了后，因为无零件通换，已经变作是艺术的欣赏。买了票等火车在地下室等的时候，那个也很窄小，所有的人也坐不了那几张椅子，好不好？这已经反映很多次了，哎呀，甚至于跟代表会啊，跟哪里都反映过了，因为这个动线真的太差了。花莲水车头是代替东部铁路改善工程计划内底开3亿起的新型立建筑的车头。原本按算1楼的大厅要租予民间，不过招商失败，代替考虑安全问题，才会把铁门拖落来。当初的规划就是商业空间使用，整个招租不顺利没有厂商愿意进驻。那因为怕这个我们有什么游民进驻所以说我们把它这个铁门暂时把它拉下。这个铁门一个拖落来就是4年，车头1楼放伫遐咧用，拢无发挥作用。在地民众要求代替，希望甲拆票甲检票的所在刷转去1楼。代替讲会顺应地方的民意，目前已经办理工程外包，上紧申请进前就会当完工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中华鸟博啦最近的大吹，今年的绩效嘛真悬。社头农会是表示因为今年开花期去拄到8月份的大水雨，大概只会当收以前的5成。今年产地一斤批发的绩效已经超过50块，是最近这几档上悬哦。也毋过农民嘛真烦恼讲无通收来卖。高分的包啦挂伫咧树尾顶面，过一阵仔就会当采收。农民讲，虽然即马已经是产季，毋过搁较烦恼无货通卖。从细粒就开始一直落啊，细啊，无货好挽啊，嘛无包啦好收啊，继续好挽嘛是无收成啊。嘛是无效，对，嘛是无效。当年11月是中华社头珍珠巴拉的产季，
不过今年8月开花季，却受到大水河影响，损失超过5成，也影响产量。中华社头向农会表示，英国同期产地挂价大约是每一斤25块到30块，若今年的价格是创下5年来新高。暴雨就会导致落果了后呢，所以今年这个产量减少。昨天的市场咱的社头巴豆市场交易要那个台斤呢到51块。来到菜市也是这看价格，平均每一斤是65块到70块，品质较好的甚至袂到每一斤80块，价格比因过去袂少，也互真侪民众买袂落手。第一间有啥物？15块啊！一整一整拢啊，上贵嘛是50尔。一颗起来的话，这样子超27块。27块。对，如果正常以市场的价钱的话，小价的话，可能一颗要33块。社头乡农会表示，11月是第一期产季，目前产量无够因应需求，才会造成关价。不过会开始调节产期，大约伫12月中旬第2期产量上市了后，价格就会豆豆平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水里的农民把可可啊叶啊摕来包装，因家己做的巧克力，用天然的材料来代替塑胶的包装，那加环保哦，消费者看到嘛拢真介意。这个是比较容易破掉。摕一支起边啊，伫叶仔顶悬称咧，把叶仔包装清掉，纯小美。这毋是学生啊咧做美术课的功课，是可可农利用可可叶所设计的创意包装。因为我是种巧克力，所以呢，我就会用在巧克力的包材上面。我像这样，我们可以把它包起来，用这个来代替很多的包材。塑胶制品。南投水里种可可的农民张玉华翁仔某，除了生产可可豆，嘛研发真侪加工产品，亲像这款因家己做的巧克力豆，搁香搁纯，成分搁会当挂保证。后来因想要搁加利用可可树其他的部位，变真久才变出这款叶仔的包装，唔但好看，搁环保。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食农教育里面讲的地产地销，就在地的产品。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自己做一个变化，让它亮度更够。农民唔忘利用因用心栽培的可可啊，配合食农教育，互大大细细拢知影可可树的珍贵，而且用简单的手路处理叶啊，做出独一无二、逐张拢无同的包装，唔但有纪念意义，嘛减少使用塑胶，兼顾环保。记者综报道。来看云林虎尾顶溪社区哦，最近邀请老师来教社区的老大人，甲食袂了的食材变做是新的料理，咱做伙来看卖。真侪聚会人当咧听老师上课，这是云林虎尾的顶溪社区，一摆因要来煮青菜金龟汤。长辈可能牙齿比较不好，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浓汤，搭配饭还是面。像南瓜啊，有没有马铃薯？有时候盛产的时候，人家就会送很多。还有在我们冰箱可能一些蔬菜剩下一点点，又没有料理啊，有时候冰到坏掉啊，所以给他们概念说把那一些蔬菜都拿来做一个浓汤。这是社区关怀据点的课程，这摆来教时代爱珍惜食物的观念，甲平常食袂了也是挤出来食材好好利用，变出一个新的好料理。才做伙，有物件好食，爱感谢这老师来甲阮煮阮食，搁来甲阮教。扣食这个观念，你感觉安怎？好呀，好啊，足好个啊！扣食，本来就爱扣食啊。因为安尼一寡只长辈较袂了解，所以咱就邀请老师来甲只长辈来甲讲这个课程，安尼这物件讲安怎来扣食。透过课程，互社区长辈唔但学到新料理的做法，也互因知影平常时就爱较刻实，卖讨济。通这物件透过创意，拢会使变成新的营养食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寡国家民众拢会食糖哦，过来有教授研究指出讲，糖团营养成分真悬，而且吃糖的成本真低。虽然咱国内食糖的文化阁无实行，也毋过未来这有可能会成做一种新的趋势。你感觉食豆糕也是草莓啊？对真侪民众来讲，要食糖团恐惊也是真困难。云林科技大学的陈武新教授伊研究真侪档，发现吃糖的各方面成本拢比畜牧业俗真济，
可会当达成永续发展的目标。产生1公斤的牛肉好了，你大概要3万公升的水啦。养昆虫大概只要15公升的水，大概差了2000倍。那再加土地资源，它差了也大概10倍左右。虫可以吃食品加工废弃物，可是你养牛的话，它一定要吃牧草或者甚至吃玉米。虽然目前大部分的台湾人也无法度接受食虫拖这件代志。不过，其实对真侪国家来讲，食虫是真素常，甚至佮研发各种的口味。昆虫在欧美，尤其东南亚跟欧美，尤其是像这种面包虫口味，它已经有很多种口味可以买到了。像你可以买到黑胡椒的，买到芥末的，甚至买到甜的，就是黑糖的。地教授表示，饲虫真简单，用果子皮白饭就会用日。若准甲虫当做食物，唔拿成本低，佮真营养。而且虫拖也会当摕来做加工产品，或者是佮摕去饲其他的动物，用途有真多。虫拖永续发展的研究，应当会变做未来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